台湾东南部海面要出现第4粒风台天土，有个拜5、拜6上接近台湾，详细路径爱搁注意。南美洲古巴发生规模6.8大地震，各地是断离倒壁，百姓死绝逃命，伤亡犹原不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来看，又搁出现食安的问题，这届搁是伫咧学校。这基隆市的中山高中，顶礼拜5中昼食泡菜控肉，讲起学生发现到这内底锁有一个注射针，假设是无甲吞落，对查才发现讲这批肉是对屏东的这嘉义乡食品厂送出来。台北市嘛随宣布讲，这学校食到爱先停用嘉义乡的猪肉产品。就是这个差不多2公分长的针头，竟然含伫泡菜看肉内底。这个食案事件发生伫顶礼拜5，基隆市中山高中团线中岛长的主菜泡菜看肉，有学生抱着等等的物件，发现唔对，赶紧吐出来。基隆市府初步调查发现，敢若是第一注射疫苗所用这个注射针头。我们国中部2年级一位学生，他在吃午餐的梅干扣肉里面，发现到嘴巴里面有个异物，那他咬到以后呢，就及时把它吐出来。疑似是猪只的疫苗的一个证据，学生发现以后就立即通报学校，学校也依约移除厂商。基隆市教育处讲，接到通报了后，拜一透早4点就会同台北市府人员到团线厂商、事后美食公司来进行勘查，结果发现配线区刹车无清气，有会传染疾病的物件出现，这个罪行卫生的缺失，要求业者爱限期改善。现场查有配扇区推车不洁，并没出没及前处理区墙面部分卫生缺失事项，已开立限期改善通知单，令业者限期改善。另外，依照团线公司进会单查出，肉片是由嘉义乡食品屏东厂来供应，也已经通知屏东县卫生局去稽查。也台北市教育处是发出声明强调，辖区内底有17间的学校，甲这个团线业者合作，为了维护校园的食品的安全，即日起暂停使用嘉义乡食品生产的 CAS 猪肉角。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咧咱台湾东南部海面，唔有银杏、桔梗甲万旗3粒风台咧架，搁有1粒上新的天土咧要形成，拢总有4粒风台，嘛创下历史纪录。其中的银杏已经离咱愈来愈远，万旗是因为环境不利，应该是会家己散去。这较要注意的就是伫咱下骹这粒桔梗，虽然是未直接扫来台湾，不过这风台尾影响，拜二开始这东北部、东部搁要开始落大雨。过来就是这粒天土，可能伫咧拜5、拜6的时阵会接近咱台湾，详细路径都要搁注意。拜二东北季风过增强，透早北部甲东北部感受较凉，新北市局部地区透早低温来到19.3度。拜二入暝了后到拜3透早，受风台结境外围云系影响，恒春半岛也有基隆北向华东北部地区，也有到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也拢会有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甚至要注意这种下雨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东部比较偏山区的部分的话，下雨情况也是比较明显。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局部零星的降雨发生的情形。目前西太平洋TD29号继续发展，都要形成今年第25号风台天土。那影响风台甲万旗风台，那么减弱散去，会写落有史以来11回西北太平洋当时有4个风台的历史记录。天气分析师指出，主要因为今年太平洋高压异常强势造成，目前北方冷空气流量无明显，雨流动静外跳。太平洋高压顶着这个西风系统，其实也让出南边的很多热带扰动发展的空间，也就造成台风一颗一颗的在这个太平洋低纬度的地方形成。第25号天兔台风，那预期它可能是在这礼拜5到礼拜6的时候最接近台湾。其中对台湾可能有直接威胁性的是准天兔风台。分析师指出，准天兔实行了后，有可能北转到时阵北方系统太平洋高压甲风台3个势力活动又有变数，风台可能沿台湾东北部海面就北。也有无少有报往南海行，路线犹原无定，爱继续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即马是万项拢咧起价，连车票钱嘛要愈来愈贵。国共客运对10月初开始，这长途的29条路线车票钱已经先起价。即马连统联的嘛讲，因要经下调，讲对11月18开始，这有31条路线嘛要起价，大约是要起到6%左右。其中台中、高雄往来是起35块起上济。
交通联客运买票，民众准备坐车上班。11月中过后，这各路客运都爱加出偌钱，因为通联宣布11月18了后，台北到嘉义各路客运票价起5到15块，台中到桃园或者是台中到高雄等地票价起30到35块，总共31条路线起价，起的幅度差不多在6%左右。这一次是第一波，大概就是针对一些中短程的路线啊，那大概做了一个平均缴幅大概在6%啦。那目前比较长途的路线，台北、台南、台北、高雄这种暂时是还没有缴。通联表示，5月就准起价，支持半年才起，是希望降价对旅客冲击。这摆起价主要是中低途、长途路线不变。高公客运也在10月初起19条路线。通联是在11月18调整，中日客运、首都客运也小可调整部分区间的计效。越来越多的客运开始在撤出市场，然后司机也难请，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反映成本的。之前这样子是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是在往上提的话，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要不要这么长回来。靠客运的学生讲，要减少坐车来影响起价，要民众认为，这人已经愈来愈少，司机佫歹找，营运困难情形之下，一是爱予业者反映成本。交通部公路局统计数据显示，国道去年载客量只有5209万，8966人次，比新冠肺炎疫情进程衰退3成以上，收入也减少42%。然后高公客运本来伫台北转运站2楼站点调整到租金发售楼站。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国内重点新闻。台积电高雄南亚溪厂旧中油炼油厂的所在，讲今透早时间又搁去挖到早期无泵的炸弹。军方是随派人来处理，鉴定确定无危险，无影响到工程的进度。这群环状线北环段的工程透早是发生公安意外，两个台电人员检查电缆的时无细离口电线压输掉，嘛造成2度甲3度烧烫伤，赶紧来送医。劳检处嘛要求暂时停工，检讨改进。中华职场甲婚姻理论乡大会公电备案，查到这2个乡长、甲乡大会主席等人，甲厂商是互相交结，多年厂商有到4.4亿，嘛受厂商讹洗超过2300万。这涉案相关14个人是全部起诉。继续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即马是搁再选调。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是安排拜三伫咧北京，甲川普来见面。拜登政府的国安安全顾问在苏利文受访时表示，所谓交接事务当中，拜登上该关心的，就是要求川普唔通放弃乌克兰，都要继续援助。9月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美国，除了大力推销伊胜利计划，也甲美国朝野国防领袖见面，包含迄时阵要咧竞选总统期间的川普无互泽伦斯基任何具体承诺。共和党阵营是主张赶紧结束战争，包含互俄国保持目前已经控制差不多占乌克兰1/5的领土，甲冻结乌克兰家己北约组织进程，互民主党阵营解读是放弃乌克兰。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伫接受 CBS 电视台面对国家专访时阵指出，拜登会伫2人伫北京见面的时阵，要求川普继续即马支援乌克兰各项做法。不过，福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川普入驻北京了后，就算继续互乌克兰援助，也都绝对比拜登政府时期将近1800亿少真济。对内政方面，川普享受各方关注的政策之一，就是可能会大规模赶走非法入境的纳美移民。Not a cen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should go to subsidize this, not to sanctuary cities, not to federal aid to people who are in this country illegally. And we're going to see a large number, by the millions, of self-deportations as well. Donald Trump's going to stay true to his campaign pledge, but in a way that respects the dignity of the Americans who are already here. 过去几个月选情期间，除了国人民政策的相对，所谓摇摆州的动向也真受注目。两大阵营拢讲重金拍广告，佮邀请有名人参加造势活动，比如最后伫摇摆州之一的宾州造势，附和乌普来参加会，经济报道都有100万美金。
何景丽电影在部干部伫电视访问的时阵指出，敢若是竞选总部本身的支出都有10亿美金，若搁加上外围团体，数字就超过16亿。按过选举结果显示，包含宾州在内所谓7大摇摆州，这届大选全部红起去，互川普提选举人票数312比226压倒性胜过何景丽。何景丽电影干部强调，这根本是10亿美金的大灾难。公司新闻施雅琴报道。再来看日本政府今透早是召开临时的内阁会议，首相石破茂率领内阁总辞，下晡办理103人首相指名选举。第一轮自民党的党魁石破茂是221票，立民党的党魁野田佳彦是151票。不过这双方是拢无过半，刷落去搁拼第二届。石破茂同款是搁再摕到221票，上济票嘛确定当选。这是日本过30年以来，这首相选举搁拼到第二届投票，才拼到有一个结果。这石破茂的新内阁下暗就马上就任。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29 今年是办伫东欧甲西亚交界亚塞拜然，今日正式起稿。这届大会重点就是要来讨论气候融资的问题。看伊开发国家要安怎来摕资金，摕偌济资金出来，来帮助开发中的国家、甲产出国家来减碳。不过目前看来，这中国甲美国这2个污染排放上悬的国家，拢未去参加。西非国家塞瑞加尼的妇女伫这个月初行上街路，要求妇女的国家尊重伫2016年所签署的巴黎协定，以工业革命前的气温为基准，加全球平均气温升悬的幅度控制伫基准以上的摄氏1.5度内底，而且必须支付更加侪资金，用来补偿产出国家因为气候变迁所带来痛苦。这样关于气候融资的议题详细情形，希望用伫11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29 来通过。只是顶届嘛有讨论，因为这阵各国对着什么人应该承担更加侪资金，有关有真大无同的看法。因为欧美这已开发国家坚持第1甲第3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甲印度，这收入较悬的开发中国家也应该爱出钱。也毋过，互这个中国甲印度2国强烈反对。美国是第2大的碳排放国，也毋过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赢伫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了后，就放话讲会搁再来提出巴黎协定，这互气候融资的讨论变数扩大。The fate of the planet depends very much on what we're able to pull off in the next 5 or 10 years in this space and nationally. So the stakes couldn't be higher. 另外 ，COP29 主办国是位伫东欧甲西亚交界处的阿塞拜然。即摆另外一项讨论的议题是淘汰化石燃料的具体时程。不过阿塞拜然的经济前往靠化石燃料，所以讲，互未少气候甲能源倡议者烦恼讲，阿塞拜然政府对着推动一步一步淘汰化石燃料的进程，可能会欠缺动力。也若高中方志哥是为因为气候变迁所受苦的受害者来请命，号召世人对气候危机来采取行动。A tale proposito auspico che la conferenza sui cambiamenti climatici COP29, che inizierà domani a Baku, dia un contributo efficace per la tutela della nostra casa comune. 准谈判上计限度是向产出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金，大约是代票3兆2000多亿。不过专家讲，这金额也无够，上少需要1兆美金，大约是代票32兆外，也是更加多。也若今年的 COP29 会谈，中国甲美国这2个碳污染上大国家领袖拢未参加。公视新闻深度配编译。讲到南美洲的古巴，顶个月飓风的灾情严重，国内大规模停电也未完全复原。这礼拜又搁发生大地震，是连续又2届。这地震规模上大有到6.8，各地拢是断离倒壁，百姓是四散逃命，目前的伤亡有关不明。古巴地震发生了后，被救厝崩塌，真侪人行到倒到街路。古巴拜一连续2个强烈地震震源伫东南部，格兰马省巴波罗梅马索南平，差不多数10公里的海中，深度只有14公里。第一摆测到规模5.9，第二摆规模达到6.8。古巴第2大城圣地亚哥甲周边地区，因为摇甲真厉害，建筑物外壁被溃个崩塌，厝顶也塌落去，土石蹲伫街路，受惊民众只好逃到户外避难。El movimiento desde el piso. Entonces corrí para el baño, el segundo. Fui para el baño y ahí porque vivo en el edificio, ¿no? Muy fuerte, no muy acostumbrado a eso porque no.
Yo, el sismo anterior no fue tan fuerte como este. Estos dos que sentimos hoy。 虽然这摆地动无引起海上的危险，目前也无伤亡传出。不过，除了厝损坏，也佫有发生土石流甲电力破坏。面对古巴当地灾情，高雄市的特种搜救队准备伸出援手。消防局表示，已经准备好动员60人，若需要会随时准备出发去救援。 古巴最近灾难真多，顶个月大风台奥斯卡造成电厂各种停机，全国大停电，引起真济居民来抗议。顶礼拜，佫有3级大风台拉菲尔伫古巴西部国家，数百栋的厝拢损坏，数十万人被迫撤离，停电恶梦佫重现。至这时阵，佫有地动天灾，虽然首都哈瓦那无受地动影响，但佫在后伫困难当中的古巴居民，可能会佫爆发佫较济抗争。 公视新闻将会面报道。咱台湾伫咧中南美洲的友邦海地政治是长期不稳。5个月前才拄就任的总理康尼尔，风声讲即马已经去互临时政府委员会甲办掉。有专家表示，这表示临时政府委员会内部这权力斗争受怪严重，国内暴力甲散车的问题，短期内恐惊是拢未改善。 这是海地总理康尼尔7月视察一间受损病院的情形，受到动乱甲帮派暴力侵扰的海地，伫前总理亨利第4月被逼落台了后，就由戒毒委员会任命康尼尔做总理，并且伫6月底宣誓就职。Au moment côté, comme je dit la dernière fois, des groupes politiques arrivent mettaient différents de côté, dans un moment où ils comprennent que l'intérêt supérieur de la nation l'exige. 医生出身，捌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拉美地区主任的康尼尔，接下总理一职的首要任务，就是甲戒毒委员会参详调组新政府的代志，希望共同互海地经济稳定。严过戒毒委员会内底9名成员权力斗争真激烈，甲康尼尔常常意见袂合。媒体报道指出，美洲国家组织顶礼拜8出面来协商，希望挽救海地脆弱的戒毒政府，严过最后选举失败。 另外，戒毒委员会顶个月团有3名成员向银行行长来卡油钱，正面临反贪腐调查。戒毒委员会开除康尼尔了后，决定任命上届人士费埃梅为海地新总理。不过，这机构内底问题真多，是毋是有关有任命甲开除总理的资格受到怀疑。康尼尔办社配合戒毒委员会，要求卖正式公布新的人事任命。海地即阵乌邦的暴力，依然世界欢迎，国际禁止援助一直无到位，半数人口正伫饥荒边缘，政局无稳定，恐惊互问题更加严重。公视新闻3回面报道。 囡仔时代的佚佗米豆仔船，嘛有人讲是魔术庄啊，这细细格格有6面6色，咱常常拢会挑工甲船乱开，所以拢船袂转来啊。这普通人若会晓甲船互共一面，就算个介厉害。那真正的高手，毋若是6面拢爱转出来，该比速度比啥人搁较紧。这也困扰咱规世人的豆仔已经满50岁啊！来看咱详细报道。 And Erno straight this way again, then back towards me, and then back towards me if that's. 有名异地佚佗米魔术庄啊，伫初九庆祝发明50周年，发明人卢比克·阿尔诺，甲真侪歌手爱耍的人伫伦敦见面，同齐届魔术庄啊体会这款经典佚佗米的魅力。上顶看的魔术庄啊是3×3×3，也就是3届6个面的立方体。 由26个庄啊加一粒中央芯组成，安尼就有4300经种组合方式。另外，也有2届、4届甚至10届以上的庄啊，每一种拢有特殊的解法，会当讲是变化无限。And they discovered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search, this number is 20. So by 20 moves, you can reach the standing situation or starting point as well. 魔术庄啊发明者卢比克是匈牙利人，伊伫1974年发明这种异地佚佗米的时，是匈牙利布达佩斯应用艺术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一开始只是摕来当作数学课教区，想要教学生愈算愈入迷，伊才决定申请专利。 爱上人也成立世界魔术庄啊协会，定期举办比赛，定定规则，佮记录成绩。根据因的网站，目前世界纪录是伫3.13秒内将拍乱的3届魔术庄啊转回观众2届庄啊，甚至有人无到1秒就解出来，挑战智力甲手眼协调的极限。The cube is in the same power, has got the same power, and the cube able to reach people on the same level as it did
50 years ago. So that's and what else I can say? I hope this will continue the next 50 years minimum. 即马魔术庄已经伫全球卖出5亿粒，是全球上具影响力的异地七道米之一。公司新闻单派准编译。非洲国家埃及有世界上上古老的文明，为着要把这世界级的文物甲文化完整来展现出来，因特别来请台湾的建筑师彭树福，伊计划20多年时间来起一间大埃及博物馆，有收藏超过10万件历史文物，伫咧10月中已经开始试营运。进入吉萨的大埃及博物馆，正面看到这座11公尺高的拉米西斯2世国王的雕像，气势正宏伟。后壁还有一个一个展示几60尊法老时期的大型雕像，游客当360度近距离欣赏，光影照来，袂输敢若行入时间的傍空。جدا بصراحة يعني ينافس اللوفر بفرنسا والأكروبوليس بآسنا لا لسه أحلى من اللوفر بفرنسا لأن كل شيء هنا أوثنتيك يعني آثارنا من عنا 大埃及博物馆将会将做世界上上大的考古博物馆，加单一文化遗产收藏。10月中试营运，开放大厅加12个主题展馆，展示15000件文物，按照历史的顺序，讲述古埃及社会每一个时期的特色加故事。大埃及博物馆自2002年开始规划，因为旧的埃及博物馆空间已经藏袂落庞大文化珍宝。因过伫起时阵拄着2007年金融海啸，2011年阿拉伯之春革命，工程一直延，并且慢慢形成。2021年，一场金光闪闪的大游行，为古罗十具3000年历史的知名皇家木乃伊搬厝，算是丰富古文明，正伫咧等待游客再一遍光临。也宣告即马已经有能力回收流散伫世界各国的文物，伫遮保存展示。ان احنا نقدر نرجع اثارنا اللي هي في كل دول العالم. الاول كانوا يقولوا احنا عندكم مخازن مش متاحف زي المتحف المصري للتحديد نظرا لتكدس الاثار. النهارده الميزه ان احنا بنبعت رساله للعالم ان احنا بنحافظ على السياحه بنحافظ على التراث المصري والثقافه. 大埃及博物馆有50万平方公尺，原型是台湾的建筑师彭树福的团队构思，已经中央制度伫高原甲尼罗河平原之间，先用悬架叉建造出有层次感的建筑物，甲2公里外古堡大金字塔河海共鸣，互相辉映，也甲古埃及人生死的概念用入设计。另外，也先用太阳能加自然通风，是中东非洲地区第一座历史博物馆。伫试营运阶段，每天开放4000位游客参观。以后等中东的局势较稳定，将会举行正式的开幕仪式，要摒观光客回流。到时镇馆之宝图坦卡门陵墓的珍宝，包括2000件验八展示过展品，还有10万件古埃及的文物，拢会呈现伫世人的眼前。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